民數記第34章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說，你們到了迦南地，就是歸你們為業的迦南四境之地，南國要從尋的曠野，貼着以東的邊界，南界要從鹽海東頭起，繞到雅克拉賓坡的南邊，連接到尋，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亞的南邊，又通到哈撒亞達，接連到押門，從押門轉到埃及小河，直通到海為止。西邊要以大海為界，這就是你們的西界。北界要從大海起，劃到何珥山，從何珥山劃到哈馬口，通到西達達，又通到西斐倫，直到哈撒以南，這要作你們的北界。你們要從哈撒以南劃到示範為東界，這界要從示範下到亞言東邊的利比拉，又要達到基尼烈湖的東邊，這界要下到約旦河，通到鹽海為止。這四圍的邊界以內，要作你們的地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說：這地就是耶和華吩咐拈鬮給9個半支派承受為業的，因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按着宗族受了產業，瑪拿西半個支派也受了產業。這2個半支派已經在耶利哥對面，約旦河東向日出之地受了產業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要給你們分地為業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，又要從每支派中選1個首領幫助他們。這些人的名字：猶大支派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；西緬支派有亞米忽的兒子示姆利；便雅憫支派有基斯倫的兒子以利達；但支派有1個首領約利的兒子布基；約瑟的子孫瑪拿西支派有1個首領以弗的兒子看列；以法蓮支派有1個首領十弗但的兒子基姆尼；西布倫支派有1個首領伯納的兒子以利撒番；以薩迦支派有1個首領亞薩的兒子帕鐵；亞設支派有1個首領示羅米的兒子亞希弗；拿弗他利支派有1個首領亞米忽的兒子比大克。這些人就是耶和華所吩咐在迦南地把產業分給以色列人的。